艺术水阁好，国精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，好朋友。今仔日咱来开讲一句农业时代俗语话，这大家拢捌听讲叫做稳的，较输在藏的。就是讲咱种作若还未到分，采收落来爱靠稳的。啊，在藏的现办现假呢？不过这句俗语话嘛，无得确咧应用农业时代，普遍社会上真侪情理用落去，原来会合。三国时代一站故事，甲这句俗语就要挖。来讲周朝和刘备两军对敌。蜀国战魏国，周朝这边派出8万的大军，啊，刘备身躯边一个诸葛亮、孔明，会晓算来未来去未去呢？开成一个，地图天开，用地图来排阵布局，伊先交代赵云镇守伫这个隘口，佮讲过来，周朝绝对走对东边来。张飞、张将军何在？我老张我伫遮，你领1万的大军，绝对有才调，甲周朝太甲片甲不留。话讲来到这，孔明开成一个，面滑对刘备迄边去讲主公。我看这边周干察稳呢，性命在咱的肩胛内。话就讲袂歹咧，边仔一个咧砍骹扫。孔明我过原来是关分点。当道德先生，我想要为国尽忠，为国效劳。我想要原来出任务来作战，你安怎样？无甲安排，互我有力出无路。孔明原来当关公直直啊讲。讲周朝当初时，上马金落马银，3日你小宴，5日你大宴，伊对关将军你有人情啊？人情，我替伊斩颜良、杀文丑已经答应了啊！这回若互我当着，绝对掠伊当来场内领罪。孔明我那无啥要甲信，归去关云顶前大硬讲，啊无我含你签生死军令状，就安尼。孔明派关羽去镇守华阳道，周朝这兵马真正亲像孔明所算，8万大军战来到这剩27个官兵啦。来到华阳道，看到关羽骑赤兔马，手举青龙偃月刀伫咧镇守。周朝大将过去甲伊讲过去的交情，关羽安那照甲孔明所讲遐话，甲应翻头，无咧甲信道。过来周朝下2个硬，用甲哀求的，讲关将军，你敢无想当初时，咱2个安怎样的感情？啊，你听着讲大哥下老娘，2个阿嫂安尼带咧过5关斩六将，一个骹笑拢甲我抬了了。我惊你做某人才会遮尔溜尾呢，关将军。人拢讲你忠义参天，对大哥有情有义，你敢有小想一下？你对我做某人感情甲态度啥款？关羽袂堪咧周朝好嘴，啊罢了，左右放伊一条生路。啊，关羽是人头官咧，要倒转来领这条生死军令状咧。探子来报，关羽人还未转来，讲周朝已经脱走了。张飞先爬起来跳，3步走2步走，来到孔明面头前讲：先生，你毋是讲稳的，但一声稳的较输在藏的，意思就是讲人袂使靠势啦。